新疆魔都六合魂。红沙国之战，六合毕中比单打独战。现在毕中比按在这个多边，按算将着车我迄汉惊天魔都出手，要砍杀六合。六合谨慎万分。 特别使用正气神功对付，众军业在旁边看到目定口呆，因两人一触胜败积分。六合的正气功失败，收得来，危险啦！ 唔通放肆！原来是大雪高连气士温世祖，你是我的徒弟陆金吗？哈哈哈哈！陆金，什么陆金？喂，深山的温士赶紧甲闪开，免死在毕中比魔刀之下！哼，众人之所强恨，特别伤杀掉你这个万恶的大罪人呢！四面看开清楚，文劫已经团团包围。 你插实难得非常狂烈，你听我的改劝、改写规程，来归顺着正派。希望你唔通我继续这款的行为才好。讲什么话呀？现在军协将这个万恶的罪魁毕中比改围困，毕中比按算特别大家杀界。 不过看到伊大雪国温氏温世祖在场，伊也几分的惊吓。这个时阵，请我新军第2号的杀手魔中魔，带万年金光王来到红沙国，这边做必中必了。万年金光王乱混乱弹。 现在军协以军舰目标针对着这只的怪物。双方当以攻杀士气，触目生辉。这时阵温世祖看情形不对，抽提了，来，众英雄赶紧走！ 金光王，对呀！毕中比，你是怎样太无将这个温世祖从那个解决单挑呢？中去，我这要解决这个温世祖，不是今天呢。免恁众人直直甲我提醒。我知，迄是恁师傅。对咩？什么系阮师傅？ 难道你信任伊的话吗？无啦，迄是武林中头在咧讲你是毋是温世祖的徒弟？迄个陆金呢？哼，什么陆金？陆金。我毋是陆金呢，我是毕中比第1号杀手。李亚丁，你多无足智，
想无半个良策，可对付着这军舰呢？我等来温暖想，我一定会想出良策对付着这班仙角都是啊！来人啊！抽回转李鱼领。也毋是特别甲偷步都若无举长会叫老伙尚推呢，也伊都出征去啊，去甲人咧拼着，你著好拼甲神，也倒转来时阵呢，咱举步都毋则举过手。讲安尼嘛是有理由咯，爱等候机会了，迄无机会我袂使南山出手了，加快功夫3年5年咧，你要拜我为师哦，爱认真学。不过学这味的我无啥高言咧，今仔日是不得已的啦。好，转来咯，出去甲绿合拼，转来咯，永暗好下手，永暗下手，我看绝对好势了。李玉凤祭主米虫，伊查某囝米阿粉，伊是一个天姿国色、非常娇艳的女人。初见时阵，在绣房伫咧西装打扮，阿刘特别偷步都行着路对后座前来。哎呀，我变啊，好漂亮啊，小姐！啊，这个红山野地后一款查某囡仔真水啊！你啥人真苦，甲亲近着我绣房，你创啥？姑娘啊，我就是要来偷摕物件。好，你真大胆！你小贼想对要来偷大贼的物件？姑娘啊，真多谢啦！什么？你已经中着我的绣花针，伫咧甲画多谢？哈！我是安怎来甲你画多谢？你敢知影？我就是见美忘手啊！是安怎做见美忘手？因为看到你生得天姿国色，所以呢，我想要做贼。伊这个行为所当咧袂记哩，做贼就是世间最歹的代志，会使你讲最含羞的就对。所以呢，我看到水的物件，迄个羞的行为，怎咧叫袂记哩？所以我应该甲你感谢啦。这个死贼仔宝吼，你讲话阁不只有语感呢，可能是叫我的水安尼甲伊迷着，所以才怎啊做贼叫袂记哩啦。那安尼，这个人的心地嘛是不离善良，死嘛可怜，准备来甲伊医治。精神啦，精神！无啊，你硬是要来做啥物贼？哎呀，姑娘啊，做贼就是贼，哪有分啥物贼啦？有喏，有大贼有小贼啦。有大贼有小贼啦。我这吼算起来是大贼啦。大贼。你是要甲我偷摕什么物件？哎呀，我专门咧讲偷窃宝刀宝剑，其他连城珠宝，拢总甲伊转借了。好，宝刀宝剑，我这个房间内都无宝刀宝剑吗？这块hand刀你嘛有宣召珍珠？你敢摕去？我哪免来摕袂去？若是这江湖的盗贼，普遍我拢捌你。你的名叫做什么名？报一个名你偏芳。我就是做河流的，河流，姓乌名流咧，有人叫我阿流就对了。阿流这个名无啥捌听到。我你讲啦，讲你捌喙酒好拍干嘞，对唔对？姑娘，你若是讲你有机顶元宝徛咧这个所在，我若甲你偷袂过手，我这个河流的甘愿互你做奴才使用咧。甲你洗身躯、煮饭，甲你抓地，敢有影？有咯。你若偷会过手吼，我嘛随着你要求。有影吼。无错，好，我来打倒一个看卖个。好，试看咧。来，我这个西装袋内面一包绣花针，好，摕在西装袋遮。我人踮咧边仔顾，甲五更，你若有可能甲偷过，安尼就是真正的大贼啦。5更啊？对。即嘛几更啊？初更尔。变啦！
啊无到3更，免啊4更，免，3分钟马上甲你偷来照鱼眼。哈，臭蛋！嘿，你妹毋是伫便所内咧弹吉他呢，毋是臭蛋。我若讲伊到就做伊到。阿刘，啊啦，好来，准备开始，好，开始哦！我来。无啊，你倒是要偷也毋偷啦？你是大咧跳舞，拉昆巴西达，嘿，剩分半尔，无要紧，剩1分，好，3堂个在拍算3。哈，做差都搁烫衫哦。啊呐，烫衫较流亮。哎呦，啊内衫烫起来，内衫嘛爱烫咧，正纸，外裤，哎你穿外裤，嘿，啊你剩一领尔呢？剩一领尔，真领嘛煞烫起来，啊无真纸。啊呀是我啊！免惊啦，我也是咧甲你喊尔，我也敢烫哟。你一个淑女佳人哩哟，我在你面头前出手啊，怎样？哎呦，你实在真无礼貌呢！无啦，哎，现在你的手啊，针我已经甲你偷来了。哈，哦，你用这个步数，这个步数才有高明了。哎呀，所以讲，插家将冤财啦，啊，也当你毋就认输咯。是啦，我认输啦。啊，你要想我啥物物件？随着你要求啊。要求。安尼啦，你安尼甲摕50两银来互我啦。好啊，50两银真简单嘛，这。啊，多谢。啊是安怎？你查某囡仔，我讲着讲，我裤要烫起来，你怎条件好，我怎走去比咧？是啦，因为女人都爱三从四德啊，啊，对对。所以呢，我定定哦伫咧怨叹啦，阿柳。怨叹咱啦。我自较早定安尼想，讲我若出去做查甫，毋就真好。男人吼拢重在上风呢。哎，哦，你讲做查甫较有利啊？是。要么你嘛经国中啊如何结呢？无影啦，做男人较好啦。是安怎讲啊？安怎讲啊？如果男人吼，伊若穿一仔裤，讲安尼真白，也人大家讲哇，你已经发福啊，已经发福咯。好。也若查某囡仔吼，穿一仔裙较白咧，较俗咧吼，人就甲伊笑，讲我做伫咧卖风骚啦。好，安尼吼。啊，假使查甫吼，若伫咧街头巷尾行来行去，人就甲讲啊，迄个散心，咧透透空气。好。因为查某囡仔呢，伫咧街头巷尾安尼行来行去吼，人就甲伊批评，讲迄个做左家女郎啦哈，什物夜莺啦，也无着老实啦。唉，有影就对。因若是查甫的吼，欺骗太太，啊外面金屋装娇，人大家讲，因太太大概是缺乏性感啦，吼，啊伊就是男人中的男人啦。因若太太吼欺骗丈夫。人就甲伊批评讲，迄不守妇道啦，迄个人真泼啦，不守妇道啦。讲安尼实在听了是有理咧。哎呀，怨叹啊，怨咧叹。哈，阿刘，你是咧怨叹什么？我咧怨叹讲无啥平等咧。哈，无啥平等。拢查某囡仔占较优势。安怎讲啦？安怎讲你莫听着？哈，查某囡仔若肥，人讲迄丰满；也查甫若较肥淡薄啊。人就讲有得肥猪，查某囡仔若瘦瘦啊，人讲迄苗条；也若查甫个瘦瘦啊，人讲迄排骨；查某囡仔若圆圆落落，人讲迄亭亭玉立；也若查甫落落，人讲迄德高；查某囡仔若矮矮啊，人讲叫做娇小玲珑；也若查甫，人讲迄矮啊当归。也查某囡仔若流汗，人讲迄伤寒，迄芳汗；查甫个若流汗咧，人讲臭汗酸；查某囡仔腿，人讲玉腿；查甫个人讲狗腿；查某囡仔头毛，人讲秀发；查甫个人讲地毛；查某囡仔手，人讲玉手；也若查甫个人讲毛手。不过安尼啦，若假使一个不正经的查某囡仔嘛是希望查甫的无干无手。哎呀，你难杀你！毋是啦，我是咧可比互你听。所以啊，实在无啥平等，也是查某囡仔占我优势你咧。安尼呢？哈喏，阿刘，安那？你甲看，我是属于多一种的女人哈，我的优点在哪里哈？啊是安那调高？毋是啦，看较详细咧。当，拉昆巴西达，啊是你讲啥啦？毋是拉丁文啦，拉丁的。你略带优点，
吼，我有6个优点嘛。有咯，别个查某是拢一个优点尔，你安尼6个优点呢？会使你讲全世界最标准的啦。哈，你毋多解说一个我听看卖咧。我讲你听啦，迄全世界的女人啊，拢总是一个优点尔啦。迄个美国啦，人讲做少丽啦，吼，查某囡仔水讲做少丽，吼，英国呢，讲做稳重啦，法国呢，讲做韵味啦，韵味有一个韵味，吼，德国呢，讲做朴素啦，吼，瑞士啊，讲做健康啦，吼，伊朗国啊。对，伊两国，伊两国都东营啦，伊两国人讲做柔情啦，温柔就对啦。所以啊，一个国家，伊这个查某囡仔特点就是干那一个尔。但是你呢，6个啦，少丽、个稳重、个有韵味、个朴素、个健康、个柔情 ，I love you。靠腰啊，卖耍迄个。所以啊，讲起来就是咱中国的小姐，才是真真正正有6大优点。敢有影？哎，我哪会骗你，姑娘？阿刘，安那？你结婚未？今年还未娶。今年还未娶？啊，要若安尼，咱会使来谈这个婚事呢。也毋过，我的父亲毋知有同感无？我跟你讲，婚事的代志，这个慢慢啦，因为我这个事业还未发展的进程，娶家我有一个担心。但是我的事业若是停达的时阵娶3妻4妾，迄事在我。哈！你要甲娶3妻4妾？哎呦，唔正经哩啊！还未娶某，你就想要娶3妻4妾？无啦，毋是啦，姑娘，我是可比安尼讲咧，我无帮你娶。卖啦，放牛你啦，归来！哈，姑娘，我唔敢啦。哈，真难产呢哈！你甲甲恁祖妈娶3妻4妾，你真好打，哈，真好打。无啊，咱2个敢结婚啊？哎呦，歹势吼！讲甲遮尔多，我也无问讲到底姑娘是啥物名？我就是姓米，名阿粉的啦。哈，你做米粉？是啦。米粉，米粉炒米歹食。什么米粉炒？米粉啦，这个米啦，好，知无？我知。你有读书无？有哦，我册读真济咯。阿你有你使哪看哪古见呢？安尼啦，米粉诶，今仔日就是月下老人甲咱安排，互咱熟悉啦，看对唔对？是啊，我嘛是安尼想。所以啊，咱2人若要私定终生嘛是会使啦，吼，先订婚，等候建功立业，这个完婚拜堂嘛是未慢的。是啊。你有同感无？当然是同感啊，也毋过安那？你毋知会气嫌无？我都讲了啊，哟，你6大优点呢？吼，我这个阿柳无半项优点，你就会教伊啊，你看对唔对？这就是明明有缘嘛。是啦，也无伫这个所在私定终身，吼，阿柳，你就是我的未婚夫啦。你就是我的未婚妻。是啦，阿柳。未婚的。阿柳。好柳炒米粉，未歹就对。不管安尼啦。在厝将夫出嫁，将夫虎视将主为三将，你知吼？知啦。父公父勇父严父德，知吼？知啦。所以你嫁翁一定要替恁翁做真济功德。是啊。我做未到的事，你一定做会到。当然啦。这就是做翁某互相的帮助。恰是啦。我欠人的人情足济了。欠啥？欠一个老和尚，伊领我几个，所以我今日想要来偷宝刀的原因啦，就是要还伊人情啦。咱人生伫这世间啦，就是上惊欠人的人情啦。吼，这人情债吼还袂了了。哦，也毋过我无宝刀。我甲你讲，迄一个福面呢，吼，生做高墙大汉啊，壁中壁。吼，迄是我的阿叔。你阿叔哦？甲阮老爸结拜啦。也一支宝刀，惊天宝刀，吼！迄件若偷会着吼，人情甲行行咧，毋免欠人的人情，我就甲你结婚啦，白条该喏啊！安尼好，我一定会帮助你。安尼吼？是，我即马吼讲来甲用招的，用招的。招咧吼，甲讲碰见你，安尼大概我阿叔，伊袂甲追求，袂甲责备才对啊。哎呀，你做我的某婿头壳赞，你的头脑好，拄着我头壳敏捷，咱2个一定大发展的。是啦。好。拜托你哦，我踮咧等你哈。知了。迄个敢是恁师傅？唔是啦，是阮师傅。哦，温世祖唔是恁师傅。然了，如果温世祖若是阮师傅，我甲刘合都三兄弟啊咧。来了。参见职父。弟女，这也唔知样。奇怪呢，后山吼拢有迄个奇声怪异啦，毋知是妖怪咧作弄，还毋是？职父啊，你的宝刀招我，我来降妖斩怪。
后山的所在有机声，我来看卖哩。唔免啦，你等下甲人相台才转来，人群马发，呀爱静养，你报道一下就好啊。我来甲扫扫你，这妖魔鬼怪就走去啊。哦吼，这个报道是非常重要，千万都唔当失落。放心啦，好，好哩。多谢吼，多谢阿姐。来人啊，严守李希峰啊！嘿嘿，阿里娃儿先啊！那看不死的。你掠我过去做咩？我袂会啦！你唔做去，甲要挂掉。好啊啦！我哥哥生咧跳舞，真欢喜你咧。是啦，你欢喜啊？唔爱，也后报道还阁得到米粉呢。啊，但迄米粉一碗才5分尔，但是一个红请一个米粉尔，你做得欢喜？唔是啦，老和尚有所不知啊，我去了李希峰去娶某了。哈！哦，你咪叫你去偷报道，你去娶某？我下拢有一个安排，我讲你听，我娶着米粉了。哦，安尼啊！安尼安呐，迄时阵呀，你阿刘实在有强了，啊，这支报道敢正？正也唔敢假，你看一看这个报道。无啊，安那无金光啊？他有金光，迄金光是日时哦，抽出来太阳的光线就落反射，唔才有金光，你见头。啊，有影都对，安那这个正港的报道，我老和尚一定要这个报道为避了，为了录得，为着家人报仇，一定要斩死毕东壁。哦，老和尚，我讲紧的，你来当收伫壁中边哦，好，你都是武林之王。阿喏，马上出发了。呀，出来！壁东壁好大，把你们说出来。打出来打死，慢出来慢死，那慢出来你就干垮死！哈哈哈哈哈！老和尚，天生甲儒家败在我的刀下，难道你要来讨民主？我讲哪里才知？你的气魄真好，我大家拢嘛安尼讲。你今日去什么刀？哎，下我迄汉一口就是惊天报道啊！我等于啊！啥物报道？无啦，迄唔是啦，迄阮兜伫咧破茶刀，我投降，归来，拿起来！搞怪！啊嗨哟，这我做啊，救人救苦，消灾保平安。来人啊！老和尚甲禁在土路内面做吊字。兄弟攞前辈拯救，况且我留下名友谊。留下善书你的人真慈悲啦，你唔愿开杀，但是伊边都甲伊看看咧，这个成败呢，都是在这支惊天魔刀。假使若是无宝剑对付，永远无可能取胜。不过善书，我希望你亲像当时咧歼灭这个暴君杨达武的气势，来收拾到这个赤我组织。但是赤我新军稳稳现现，神秘莫测，令人头疼。伊的本部就是在这个紫阳城。紫阳城我在位啊，我可以领前锋。果然如此，是教感还前辈帮助，我愿意啊！哎呀，万年金光王到位啦！阿牛，到这无病，生命危险，拼！我大到位。是，恁两个闪鬼好啊！万年金光王啊，你会认哦？我就是你的主人啊，我金公主啊！就你！万年金光王，我魔中魔，才是你的主人。我才是你的主人。你是新的，我是旧的，我你的旧主人。我你的新主人。嘿，咱两个来拼，假使若是拼赢，就是伊的主人啦。好了，认了。好，恁爸一下保你三公。有啥物来历？去看咧！溜你了，溜你了！啊，给你啦，给你啦！金公主啊，哦，老和尚性命危险了。无问题，金光王啊，赶紧的进攻李洪行，咱去收敌壁东壁，哈呀！现在
金龙鼠带着万年金公王，你要进攻李丰收伫壁东壁，一定有一场好戏通看。结果如何？请看续集。